本港多個熱門電腦商場經常都人頭湧湧，但係唔少人喺腦場尋找同選購心頭好嘅時候，都感到場內嘅空氣異常局促，難以呼吸。其實喺人流密集嘅地方，所消耗嘅氧氣就自然較多，排出嘅二氧化碳亦都相應增加，令到顧客容易感到疲倦，難以集中精神。我哋嘅記者同室內空氣處理顧問黃敬松檢測本港5大電腦商場嘅空氣質素，發現其中4個腦場嘅二氧化碳含量都超標，其中最嚴重嘅係旺角電腦中心，最多超標4倍幾。我企呢個位咧，其實已經屬於係路口位啦。佢 CO2 嘅濃度咧都有成4000幾個 ppm。咁其實香港室內空氣質素指標咧係建議要通眾地方係低過1000個 ppm。我哋喺某一啲最多人流嘅地方咧，其實呢個測度 CO2 嘅儀表咧，直情係測度唔到嘅。咁因為呢個標咧最多只有到6000幾個 ppm。咁我哋某啲位咧，佢直情閃動係完全係度唔到。咁大家可以想象到呢個商場咧個 CO2 濃度係高得好誇張。而深水埗嘅高登電腦中心以及黃金電腦商場嘅二氧化碳含量同樣嚴重，分別超標1.5同2.7倍。而灣仔電腦中心亦都超標1.8倍。腦場二氧化碳超標，除咗人流多之外，亦都可能係因為唔少商場都會喺非繁忙時段將鮮風供應系統熄咗佢，借此降低用電量，以節省3至4成嘅電費。不過咁樣做，佢係會令到二氧化碳積聚無法排走，而商場個別商戶所裝設嘅空氣清新機，亦都根本唔可以降低室內二氧化碳嘅含量。有醫生就指喺高濃度嘅二氧化碳環境之下，最嚴重可以令人缺氧甚至昏迷。ONTV 東方電視新聞台報導。